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日公司台语台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一开始来看，昨下晡又有中共的军机飞到咱国的空中，时间阁真长，拢总设要1点半钟。咱的空军嘛派出真侪批战机来对应。另外，美国甲中共的军机游玩阁伫南海，美国昨嘛派出反潜机甲侦察机进入巴士海峡西南空域来侦巡，说互中共的军机用无线电要求美军爱赶紧离开。 不然现在这个没有啥子天气的嘛，稍微绕一下就飞过的嘛。20世纪军事迷录到共军飞行员的广播，说明美军1世纪就伫咧南海展军力。尾也有美国海军的 P-34反舰机，加美国陆军的委外侦察机 N-480CR 进入巴士海峡，伫西南空域巡逻。军事迷讲，根据国外译文，中昼点半左右。 共机伫咧西南空域高挂美国 P-34反舰机，甚至用无线电直接发明驱赶。美军侦察机下昼4点多经巴士海峡登机日本乌基纳瓦基地，昨下昼4点多共机出现伫咧咱空域。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5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 咱空军虽然放送驱赶，掩过共机正罕见的，敢若是拍开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信号，公开伫咱空域试练，一直到晚暗5点多才离开。这个期间，咱空军的台南、嘉义、台中基地，敢若有几多批战机去研炸。另外，暗时8点多，共机又个再度侵犯咱空域。对解放军的军事压迫行为，国防部发言人伫 FB 发文，国军被主动了代志，掩过也无伫咧软。 国防部也发布警示，强调国军捍卫国家的主权，守护民主，有信心要能力保护国家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咯，又有风台要形成咯，为着菲律宾东方海面的低气压有可能会来发展，成做今年第8号的风台，以及拜来通过台湾东方的海面，是我台湾上近的时阵，天气会较无稳定，全台湾拢要特别注意落大雨。 高吹声响，2600位来自全台湾各地信徒，新屋顶排着怎做的基础，开始一年一遍的夜祭活动。每年旧历7月新历城隍庙拢会办夜祭消灾解厄活动，今年受疫情影响，全停挂吹暗。主要就是祈求城隍就帮忙消灾解厄这样。对。会不会觉得戴口罩这样很防疫阶段，我觉得戴口罩还是应该做的啊，再热也是要戴。 今仔日也是热，气象局一个针对大台北地区甲金门县发布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感觉式警告。另外，伫菲律宾的低气压正伫咧发展，有可能变成今年第8号风台。目前在菲律宾东方的一个低压来看的话，它会有逐渐往北上的一个趋势哦。那可能为明天来讲，会带一些水汽到台湾的东半部地区。因此，明天在东半部的沿海，甚至到恒春半岛这些地方，可能会有一些不定时的短暂阵雨的一个情形。这个低气压是不是变做风台，有待观察。不过，各国有这个路线拢是拜六会通过台湾的东边海面。 一日拜六，各地落雨机会拢真大，中昼过了有可能会有大雷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哦，今仔台湾各地虽然拢是一份好天的天气，也毋过水汽增加，大气是无介稳定。来看上新的温度，早起中南部的沿海有一寡短暂的阵雨。 过到了，各地山区佮西半部嘛有短暂的雷公雨，中南部地区爱特别注意，嘛有可能会落大雨。今仔各地温度大约是32度到35度，西半部的天气是真热热，尤其是桃园以北佮金门哦，是高温的感觉式顶雨，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所以观众朋友出门爱特别注意。另外，受到菲律宾东方海面的低气压影响哦，往北会带来水汽，东半部佮恒春半岛嘛拢有阵雨。气象局早起嘛针对台东佮屏东哦来发布大雨的特报，提醒观众朋友出门都爱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 再来看今年长江的第5批大水，甲嘉陵江的第2批大水，这两江水哦，这2日啊，伫四川的中庆合作伙，这水位的高度是40年来上悬的。长江三峡的大坝，嘛甲水闸全部拢拍开哦。中庆有2万间店拢互水淹掉，26万人受到影响。 长江2020年第5号大水来啊，20载起三峡大坝启动在一空来下水，场面是真壮观。这嘛是三峡大坝起库以来拄到上大的水，大水的入库量每1秒是75000立方米，下水量每1秒是49000立方米。
调度了这个包括金沙江中游和这个金沙江支流亚龙江梯级，还有金沙江下游这个梯级水库，一共拦蓄了大概是50亿的洪量。长江甲嘉陵江两个大水19做伙通过中庆，前一波还未退，后一波就过来，中庆变做上大的灾区，真侪位的码头甲溪区的所在拢淹掉。20节起，中庆春潭站的水位是超过192.55公尺。中庆的地漂朝天门下骹是淹大水，水面敢若差1公尺，就淹到湾江门的顶悬。在面无用你搬物件去悬的所在避难。水情通知之后，喊我们马上搬家。水现在涨得很快，预期不到。我5分钟我测了一下，40分钟已经涨到6厘米了。前往嘉陵江的磁器库高点，拄悬的所在看到溪去互大水包围，那就是孤岛。根据中新网的报道，中庆有2万间的店头去互淹掉，近期安置13万人，预计20万人受到影响。四川乐山前日才打做大水，25通桥区那像化工厂的毒气漏泄，全区是冒烟散雾，真侪穿蓝色制服的员工是鼻仔甲喙往地来进行疏散。消防车甲环境局的人员来现场搜查。梧桐区官方的微博说表示，无查到任何火灾、爆炸也是毒气漏泄的状况。整个梧桐桥区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发生爆炸。梧桐桥生态环境局开展应急监测，所有监测的相关指标均未出现超标数据。有中国的媒体发现，早就伫咧18节甲梧桐区慢慢出现过无正常的烟，那是一间影像公司是讲，民众看到的烟是安全系统正常伫下压力，有关单位也搁伫咧追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中有一个查甫人，伫2018年夜倒啊，甲伊的老母抬死，佮甲妈妈的头对12楼拼到楼骹。法院一审判伊无期徒刑，也毋过二审是认为伊是食毒食甲失去理智，无法度分辨是非，所以改判伊无罪。拄法院门骹口行出来，面对记者问问题，敢若是细细声的讲一句多谢，就去互卫生局的人员带救车。一个姓牛的查甫人，2018年涉嫌夜倒啊抬家己的妈妈，而且甲妈妈的头等落去社区的1楼，和真侪社区的住户拢惊到要死。一审认定伊食毒致死精神障碍，伫咧案件发生时阵无自白的能力，判决无期徒刑。专案上诉了后，二审是改判无罪，判决被告无罪。在事实当中认定被告确实有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那认定无罪的理由如下：第一点是被告自己承认在案发前有施用安非他命。另外，被告在案发之后，经过采集尿液以及毛发鉴定的结果，他另外除了安非他命类外，也有施用丙酮类的毒品。合议庭认定，姓牛的查甫人因为长期食真侪种毒品，代志发生之前冒食安非他命甲卡西酮类的毒品，根据病医的精神鉴定结果嘛显示出被告伫咧行为的时阵，拄好是卡西酮类物质作用上强的时阵，致使伊失去人脉能力。若是伊的姐姐甲附近厝边嘛拢证实，平常时伊甲妈妈拢好，欠缺法的动机，所以适用刑法第19条第1项的规定，行为是因为精神障碍甲其他心智缺陷，致使无法度人脉行为违法之能力者，不法判决无罪，交予桃园市卫生局负责。2次判决是完全南辕北辙，那这个判决并不符合社会大众的意志。那属于我们可以做的部分，我们会这个配合精神的专科医院，我们的疗养机构做这个最好的专业评估。这个法院的判决怕传达一个错误的讯息啊，所以我要呼吁一般的民众还有青少年朋友，不要误会，你以为喝酒吸毒让自己陷于一个无辨识能力的状况下，就可以为所欲为。针对这件案件，高检署已经决定上诉。若是姓牛的查甫人去卫生局委任医疗院所诊断，若是符合转移的条件，会安置伫咧院内急症病房。一般病人超转移6礼拜至8礼拜，治疗了这个转去慢性病房、复健机构等等。若是无符合转移的条件，会搁请卫生局交予护理机构等等的院所来管理。毋过诊疗进前，地检署向通知姓牛的查甫人，因为案件去用判一家，互评估暂停。这个个案它还有相关的拘役必须要执行的部分。所以待会地检署这边呢会派人来将个案带走。姓牛的被告挂卡了手铐，移送桃园地检署，因为伊进前犯伤害罪，去判55天拘役，必须要执行好了，后续才会当进行精神评估。记者综合报道。
要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爆炸新闻，先来看联合报。最近食到台西妈妈案件，还有嘉义台西警察凶手拢因为精神的状态，所以判无罪。针对精神疾病还是食毒犯罪判刑哦，嘛引起真侪争议。卫生福利部表示，交行政院长苏贞昌同意，预计伫2个月内就会来成立咱国头一间的司法精神病院。再来看《中国时报》，伫要开学了，马祖一间进行国中小哦，要找一名国中部的数学老师，强调讲唔免教师证，只要大学毕业，每个月薪水就5万块。也毋过刷精选7遍哦，佮找无老师。最近是举办第8届的竞选，校方表示目前只有2个人报名。再来看《自由时报》，立时特别将你的高雄市长当选人陈其迈，市府团队的组成哦，大约有1/3是女性。3位副市长分别是目前经济部技术处的处长罗达生哦，佮有前台北市副市长林清莹，佮有前高雄副市长苏铁，要来代理市长杨明洲哦，目前的代理市长杨明洲哦，是专任秘书长。再来看，之前的海基会董事长李大为去做总统府秘书长了后，有风声讲要找王金平来做董事长，也毋过王金平本人哦，甲总统府拢摆回这件代志。总统府昨嘛宣布讲，现任海基会副董事长柯信雄要来代理海基会董事长。海基会前董事长李大辉8月初转任总统府秘书长了后，董事长会开到达无报。总统府20宣布将由现任宝集团董事长、现任海基会副董事长柯信雄代理海基会董事长，将主持28个临时党干事会。没有，就是现在总要有人代理啊，这怎么简单？他是因为在代理的关系，我讲我就不宜在这个生活里面去讲一些话。那代理期间到11月3号。好，这是期满3个月。陆委会表示，若讲代理时间超过3个月，将高中部行政院柯信雄2008年就担任海基会副董事长高达，也捌代理过董事长，对两化事务会当讲非常的熟。另外，总统蔡英文办公室主任詹志宏将出任海基会秘书长。詹志宏捌参与两化两会协商，佮较是蔡总统国小的动物。总统是希望借重詹志宏先生对两岸事务的专业，注意未来海基会各项业务的推动跟发展。未来的董事长总统正在研议。总统府发言人黄中元有希望接詹志宏总统办公室主任的开。另外，海基会董事长竞选，总统府强调，保证当由总统建议。进前，平面媒体的报道，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将接任海基会，也毋过总统府甲王金平双双好人。王金平搁较讲是无影无食无这件代志。另外，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捌被看作可能竞选。根据了解，总统希望找提有分量的人士担任海基会董事长，也毋过犹原无定案。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华县卫生局，因为主动采检伫厝内检疫，并无出现镜头的少年人哦，所以验出伊得武汉肺炎。卫生福利部的部长陈时中是表示，针对中华家己去做采检哦，伊并无反对，也毋过无应该，拢无通报中央。行政院长苏贞昌嘛讲哦，处理疫情全国爱有共一个标准，所以送警方出来调查哦，只是想要来了解这代志的前因后果。早起上新的消息是，中华县卫生局长叶延平嘛会伫早起9点半来出面说明。出席 COVID-19 的防疫感恩大会，卫福部长陈时中向医护人员致敬，也毋过外界关注的焦点犹原为伫中华县卫生局因为主动采检无症状伫厝检疫少年确诊所引起的疫市中争议。当你筛检之后，会筛检出比较多的病人，但是剩下的可能的病人就会松懈了。当然，这些都所有的程序，就是我们要了解的了。陈时中表示，会以调查来定现事实。另外，体检费用只要符合规定，就会由中央承担。等于要追回经费的可能性增加。工程出席防疫感恩大会的副总统大清德，虽然无点出中华体检事件，却伫致辞的时阵引用 SARS 期间中央电讯无共调的代志。行政院长苏贞昌也表态相挺，认为处理疫情一定爱全国干部。防疫能够做得好，就是中央地方一条心，同时不能乱了套。我们支持陈时中部长指挥官去了解，那这个了解是了解整个过程，了解有没有照着
整个 SOP 做法，以及了解经费应用情形，这不是在查贪渎。早伫早起的公布访问时，卫福部长陈时中已经强调，是因为中华关卫生局过去半年来，先主体无症状的地处检疫者采检人数超过100人，可能情绪出问题，才会请健康单位介入调查。让我们都不知道而做，那坦白讲，那在防疫上面是会有问题。是我身上挂满了箭靶嘛哈，我记得我那时候就讲过这句话，现在只不过箭射过来而已了哈。陈时中讲，家己身上早已经挂满箭靶，也毋过伊认为疫情指挥中心开设了后，地方就应该按照中央授权去做，因为指挥中心爱掌握所有的情况，才会当作为防疫参考。另外，民众入境内台的体检数据，指挥中心强调，会继续关注高风险国家地区，目前暂时无调整入境体检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各个国家，全球的病例已经超过2257万例，有78万人死亡。来看上新的统计，台湾昨无新增加病例，目前是486例。中国的病例有8万4000多例，香港有4600多例，日本超过6万例。目前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巴西和印度。美国已经超过574万例，巴西超过345万例，印度超过283万例。伫欧洲方面，西班牙超过38万例，英国嘛已经超过32万例。再来看受到疫情影响，美国伦敦的希斯罗机场宣布要推出快速体检的机制。那阵体检2遍拢是阴性，就会使来稽查结束隔离。另外，澳洲第18嘛加一间药厂来签同意书那阵因开发出来武汉肺炎的疫苗有效全国民众都拢会使免费来注意放射咯。英国伦敦上无用的希斯罗机场，昨号宣布提供一项快体服务，会当大大缩减旅客隔离时间。这项体检服务设置伫第2航站，大家会当执行超过13000摆的体检，几啊点钟来就会当知影结果。Passengers will pre-book a test. They'll work with their airlines. Once that test has been done, they will be given another test to take home with them. So they'll take that test home, and then a few days later, they will do that test themselves. They'll put it in the post. We'll put it to the labs. Providing that test comes back negative, then they will be free from it. 也就是讲，2摆体检拢过关，就免隔离14天。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表示，政府无为希斯罗机场的这项防疫计划背书，也毋过坚持当甲各机场合作，找出缩短旅客隔离期的方法。希斯罗机场今年第2季旅客减少96%，就半年营收减少85%，大约损失11亿英镑。要呼吁政府推机场快体，以缩短旅客隔离期限，以免旅游经济崩盘。天主教教宗方济各19表示，为了人类全体福祉，呼吁富裕国家唔通囤积新冠病毒疫苗。Sarebbe triste se nel vaccino per il Covid-19 si desse la priorità ai più ricchi. Sarebbe triste se questo vaccino diventasse proprietà di tale o quale nazione, non sia universale e per tutti. 澳洲政府18宣布，已经甲一间药厂签订意用书，一旦确认疫苗有效，将免费提供予2500万人民使用。这间药厂阿斯特捷利康是甲英国牛津大学合作，顶个月表示实验数据相当袂歹，已经展开大规模人体实验。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俄罗斯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尼，昨传出现中毒的现象，送病院目前佫唔知影人伊有性命的危险纳瓦尼的团队怀疑讲是互人下毒，希望会使送到国外去治疗。目前上新的消息是，德国非营利组织已经派专机佮医疗团队出发，上紧今仔会使甲纳瓦尼送到德国的病院去治疗。俄罗斯这台班机顶头，大家一直村头看，因为有人身体无爽快，最后班机紧急降落。这位乘客就是被几多遍被逮捕的44岁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Сейчас он находится в реанимации в Омске. Он в коме, он подключен к аппарату искусственной вентиляции легких. Его состояние остается тяжелым. Диагноза у нас по-прежнему нет, и мы не знаем, что именно послужило причиной всего произошедшего. 甲纳瓦尼做伙助理讲，20因本来要自西伯利亚多莫斯科坐飞机登去莫斯科，早起伫咧机场的咖啡厅啉茶了上飞机。纳瓦尼突然间身体无爽快，一直嗆汗，要下机上便所时阵人昏去，
班机也紧急降落伫咧鄂姆斯克。助理认为纳瓦尼可能是被人下毒，伊的看守甲苏联医生拢到病院，苏联医生也阁无法度入去。也毋过讲昏迷原因就是毒物所引发的中毒性脑病变。Конечно, нужна экстракорпоральная детоксикация, ультрафильтрация крови, которая, я не знаю, здесь есть или нет, и как вообще проводится детоксикация, я тоже не понимаю, как лечащий врач. Я хотела посмотреть документы и посмотреть вообще, что делается, чтобы как-то адекватно это оценить, посоветоваться с другими коллегами. 纳瓦尼本来是律师，2008年开始伫咧网络顶写文章，逼政府官员甲国营机构的腐败。俄罗斯总统普京看伊正插目。2011年伫咧国会大楼外口办集会，是第一遍被逮捕。纳瓦尼常常公开演讲，真有领袖魅力，被认为是上有机会挑战普京的反对派领袖。2016年宣布要选总统，中选会说讲伊涉嫌贪污罪，无法度参选。纳瓦尼敢若是中毒的消息传出了后。圣彼得堡加莫斯科等大城市拢出现支持者夜排抗议，认为普京就是下毒的总领人，警察也当场逮捕示威者。法国加德国表示愿意斗3天，不协助俄国反对派德国非营利组织20讲已经派专机加医疗团队去俄罗斯，上近2日就让甲纳瓦尼送到柏林的病院治疗。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德国的柏林，伫当地时间19暗时发生有人故意驶车启动汽车甲机车，造成内人受伤，各有人重伤。警方随着抓到这个查甫人，嘛怀疑讲伊的精神有问题。高速公路顶管拢是警察车甲救护车，后壁阁有真侪台车横吊伫咧国道顶管袂顶袂当。德国当地19暗时，柏林高速公路顶管一台轿车超过去弄真侪台机车甲汽车，造成6个人轻重伤，其中一个阁有性命危险。2 Motorradfahrer gerammt, ein PKW dabei gerammt und noch einen weiteren PKW gestreift, nach derzeitigem Stand der Erkenntnisse. 柏林检警调查，嫌犯是一个30岁伊拉克籍的查甫人，若像跳过去攻击国道的用路人，一直到弄到一台汽车了后，伊的车才停落来。毋过嫌犯落尾伫车内底摕出一个钢骨箱仔，放伫汽车的车顶，而且佫讲箱仔内底有斗炸弹。Die Hinweise auf eine terroristische Vereinigung, dass er einer terroristischen Vereinigung angehört, die haben wir nicht. Selbstverständlich wird alles abgeklopft, selbstverständlich wird auch abgeklopft. Auch da haben wir noch keine Hinweise derzeit, ob es möglicherweise weitere Personen gibt, die eine Rolle gespielt haben könnten. 台湾落尾去赶来警察抓起来，甲箱仔拍开了，发现内底敢若一般的工具，若是嫌犯的言论，嘛，互警方怀疑伊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分子，而且若像有精神疾病，已经甲伊拘留来进行侦讯。若是这件车祸，嘛，互超300外个人横吊伫咧国道顶管几个点钟，了后才恢复正常的通车。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国际上，阁有啥物大代志要带观众朋友咱做伙为台湾来看世界？全世界武汉肺炎疫情严重哦，美国传出至少有15名参众议员患着，世界卫生组织嘛警告，15岁到24岁少年人患着比例哦，佫会增加，而且速度是真紧。再来看台湾导演侯孝贤的电影《海上花》，伫选纽约影展雅典哦，经典中现的单元，会用4K 修复了的版本来播送。主办单位嘛讲哦，嘛真讹了讲《海上花》是侯孝贤真迷人的作品。再来看美国总统川普的前顾问班农涉嫌诈欺，伫网络募款7亿3000多万的新台票，目前伊的人已经互抓起来了。川普是表示哦，伊并无了解，也嘛强调讲两个人嘛已经真久无往来了。再来看中科院发展的无人机哦，昨亲像出现伫台东太麻里的天顶哦，有人是要讲，这可能是监控东部海域。另外，中科院嘛伫东部的海域来进行飞弹的试射，中国解放军的侦察船哦嘛出现，这嘛有可能是来收集咱的军事资料。一只无人机20出现伫咧台东太麻里的空隙，去互军事卫检判讲是中科院制造的瑞恩无人机 UAV。国军原本有32只，经过几啊届的事故，目前剩26只。因为中国军机最近真接出现伫咧台海4公里的海空隙，这只无人机敢是会因应情势进行东部海空的监控，军方是无愿意加讲啥。可能是针对台东或者花东海域，它有一些活动。那事实上来讲，也有可能它只是例行的飞行训练。你除了实际执行任务之外，你当然也要例行的训练，然后让这些人员能够熟悉它的操控啊。
专家讲，瑞恩无人机一架会当飞10点钟，上紧的速度是1点钟180公里。海军去年就捌头一届公布瑞恩无人机伫咧东部外海侦测到解放军的电子侦察舰北极星号的相片。也若中科院最近伫咧东部海峡试射火炮，范围为屏东的高屏基地向宜兰花莲的海峡射击。中国情报船最近出现伫咧花莲外海，公认为可能甲收集飞弹参数有关系。海这边状况我们都能掌握，是这样子啊。解放军20发布海军武区调集支队，驻杭州舰、泰州舰、蚩尤舰伫咧东海展开军演，模拟敌军飞弹拍过来，因射击干扰弹甲攻占火箭，展现火力。放出消息，反制顶日美国军舰通过台海的行动。方位洞山洞发现2批快速小目标，释放固定烟火筒，撞击点火。射程物质，雷达跟踪好，呼报。中国媒体也表示，解放军驻福建某一个防空旅导弹连疑似部署新型单兵防空导弹，因为巴基斯坦捌甲中国买了300个飞鹿16，用来对付印度的阿帕奇直升机。这架飞鹿16，敢是针对台湾来的，引起大家的关心。记者综合报道。2016年的美浓大地震造成台南的维冠金龙大楼倒去造成115个人死亡，受灾户有128个人因对建商甲建筑师提出告诉。台南地方法院将1审宣判，判建商爱赔4亿5千万。即阵天摇地动，台南永安区的维冠金龙大楼就安尼倒去，造成115个人罹难。也毋过，这并毋是单纯的天灾，维冠负责人林明辉等人是透过检料，所影响大楼结构安全。灾后甲家属对相关人员提出6件民事求偿甲国赔案，其中透过法扶基金会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20台南地院判决出来。维冠大楼因结构计算、绘制建筑设计图及施工、监造等错误与缺失，发生倒塌。本院判准128名原告的金额合计为3亿5千余万元，惩罚性赔偿金本院判准合计是1亿余元。原本在户甲家属要求赔偿金额是49亿9971万元，即马一审判准金额包含天发性的赔偿只有4.5亿元。在户无奈却只会当接受，也表示绝不原谅互家己家破人亡建商。我们接受了，因为再怎么样我们也斗不过法律。虽然跟我们原来请求金额是有一段落差，但是被告等人其实没有资历，根本不可能付得起。就算法院判决了4.5亿，其实也不可能付得起。台南市长黄伟哲接到消息了后表示，虽然赔偿金不如灾民有期，而且业者可能付不出赔偿金，也毋过至少是实现正义的第一步。台南市政府将会继续运用部分善款对灾户做心灵补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台南有一个诈骗集团利用投资趁钱是真紧来骗人哦。一开始投资就会使分到真侪红利哦，投资者的钱就愈坑愈侪，所以毋过最后却全部拢乌有去。警方嘛抓到这个诈骗集团哦，发现讲有上百位民众受害。霹雳小组提破坏器具对准大门窗啊，就是讲搁卡，将玻璃讲碎了后，另外一组人马爬上2楼冲入机房，将密伫电脑后壁的骗图一一制服。那我们总共派出了8员的霹雳小组及我们刑事人员，总共16人进行攻坚。在豪宅里头，他们是用就是这个电脑上网然后这个跟这个被害人进行诈骗。警方对查某集团才发现，这个集团机房藏伫台南市后壁区，将嫌犯一网打尽。警方调查，诈骗集团看准疫情严重期间，民众找头路无简单，都伫民策社团铺文应征线顶作业员，讲是工作薪水好，吸引被害人入群组。刷落来，伫安插20几位暗装讲家己投资快速获利，骗被害人家己假的投资平台，3天内先互投资人获利正甜，最后佫利用人性弱点，强调开钱上课都会当得到名牌，赚佫较侪钱，请被害人投入大笔的金钱，却是血汗钱去了了。经清查，这个被害人大约有100多人。那我们目前找到的被害人是25人。那这25人总共被骗了大概500多万元。被骗金额最高的是一位女性，她被骗了70万元。
警方逮捕主脑姓地查某人甲其他12人，以诈欺罪嫌移送地检署，也超出56万骗的钱，工作规范甲保密协技术。查扣的这5台高级轿车，毋但是嫌犯逮捕工具，更加是被害民众的血汗钱。警方提醒民众投资，若讲有纪律，都应该多方面的纠正，毋通小贪，煞赔偿家己的辛苦钱。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邮差因为不满津贴加薪水的算法，对中华邮政提起诉讼。台北地方法院认定讲，津贴加奖金是薪水的一部分，袂使因为休困就照比例扣掉，所以爱补偿这位邮差5000外块。今年2月，一名姓王邮差因为不按中华邮政津贴发的方式，而且年度特休无休完，也无付薪水，各上法院定期台北地方法院判决出来，认定津贴应该列入工资补发，特休假无休完也应该算工资。判决中华邮政应该给付这名邮差拢总5259块，成为8年邮政史上黑米对抗大海翁成功讨回薪水的第一人。因为长期以来就是有部分邮工他会去主张，但是多数的邮工可能就是想说啊，扣了就扣了，判例出来了啦。当然，总公司他一定要遵守这个判例。根据中华邮政规定，来勤窗口除了本身，逐个月也阁有专勤奖金甲营管津贴；外勤邮务士除了本身，也阁有收到加急、假暑假急、专勤奖金、营管津贴等。逐个月扣除例假日等休困日，那另外请假超过6天，津贴将按照出勤比例发放，而且奖金甲津贴也无纳入工资项目，引起部分员工不满，反映证回。这类津贴属于经常性的薪水，工资袂当无发。工会估计，符合这挂状况的员工超过2万人，恐惊引起万人讨薪水的风暴。我们会审视这个判决的法律的见解，加以研究。如果它是个同案性质的看法，那我们就会规划对其他的同仁也一起来适用。中华邮政强调，所有薪水结果拢是依法处理，个案部分会配合执行。另外，监视需要同案检讨，适用伫全部的员工。会个研究法律适法性，确认无问题，就会执行，无需要靠工会集体诉讼来解决。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伫2026年就会变做是超高龄的社会哦，老大人会占社会台湾社会人口的2成，也毋过伫嘉义有真侪砖头，老大人早就拢已经超过5成了。咱台语台记者要带大家来看全嘉义老化指数上悬的砖头，义德乡的溪洲村，来看伊是安怎来面对老化的议题。老大人对音乐做伙叮当，大家拢真投入。这是大平常时大家拢到社区的长照站来报道，neu会也记录身体状况，确定有安真的无活动的安排甲正心息。安尼，大家安尼搭伫遐活动，伫遐休讲话，安会投机，伫遐安尼有讲有笑吼。大概平均的年龄拢差不多咧85岁吼，所以第一老化一定是有的嘛，一寡慢性的疾病其实嘛是有。这是嘉义县老化指数上悬的砖头，义德乡的溪洲村。你讲要叫我去向少年的大较有可能。家己一个人住的76岁时大表示，敢若看因兜的三合院，上侪人的时阵住30外岁，即马敢若剩3个人，搁住3位。咱过老人的孤独的生活，安尼惯势就好啦。好健康，就等于在甲少年汉钱。偏向人口流失，地方产业的经营形态嘛伫咧转变。而伫即块日真侪田拢已经签好小地主大电农的计划，不过未少年岁已经超过80的农民，依然是坚持逐工要去做事。咱家种即个玉米尔，饲料玉米啊，算做咧拄好，无啥够成本啦。溪洲村上侪人的时阵超过1000人，即马在职的人数虽然有500外人，也毋过真的住伫咧当地，敢若有270人左右，老大人就占150人。这时代坚持倒咧砖头修复祖产甲厝地。哎呦，咱用落好啦，你毋通搁坐去啊？差不多啊啦，即马一直逐个砖头拢共款安尼啊啦，有出入无倒来，即马就是讲你
看庄脚有啥物改变，有啥物方式会当倒来外流，会当过来当庄安尼。高龄的社会唔但发生伫家己，根据国发会上新的数字，台湾人口今年开始逐年会减少，伫咧2025年会变做是超高龄社会，老大人的人口占全部的1/5。不过伫咧家己偏乡真侪庄头的状况，老岁仔人的比例早都已经超过5成。嘉义县目前这个情形啊，是台湾的缩影啊，变做讲吼，嘉义遮这个所在吼，咱安怎甲因应吼，会变做一个最重要的迄个参考经验制度啦吼，法律啦吼，还是讲咱产业啦吼，免来去配合，要来调整吼。台湾超高龄社会这粒电视的炸弹啊，时间长咧走，比你我所想的拢紧真侪。虽然政府有抛出长照的计划，老岁仔人互相照顾等等的政策，也毋过实现的基点感受会到极限砖头，甚至是灭村的速度，需要咱继续来关注。记者尤伟珍、林慧婷家己报道。咱再来看新北市长侯友宜宣布，2024年的完工的淡江大桥，未来伫新历的过年嘛要来放烟火哦。外界就认为讲，敢是要甲台北101的烟火来扯拼，也毋过台北市公安团局是讲哦，101烟火是无人会使代替的。船豆豆3200里的大船头，外面是热过道的平常时，船顶游客坐满满，但天气真好来左岸佚佗。上船疫情之下各路上机，新北市长侯友宜宣布要启动8里流浪的苹果案，规划伫大船头连接到观音山、硬汉岭，超2公里长，初步估计工程费超19亿。啊，毋过沿线经过8里公墓，还佫有军事基地，必须要先克服相关的问题。如果从观音山往巴黎这边坐缆车的话，它整个大自然的风貌是非常不错的。它不是交通运载的情形之下，那我们可能周边环境也要一并做改善。否则你坐在这个缆车上面，如果看到这整片的公墓，那也效益不大。缆车路线确定之后呢，缆车沿线所经过的巴黎公墓，我们就会开始逐步的进行迁建计划。新北市管理局20前往8里赤土夹军事溪道来会勘，希望未来会当转型做观光热点。若是民众针对8里要来起流浪的代志，嘛拢真期待。像我自己从高雄来的，我觉得这一趟应该都还不错，就变一个特色吧。观光客啦、游客啦，到这边来，我们的营业会比较多一点。新北市嘛伫咧高雄规划代车串联高雄、金瓜石甲水南洞路线的避开污染管制区，而且嘛欢迎民间投入去提案，透过2个案件串联即马所有的旅游地点，来打造2030年新北旅游圈。侯友宜嘛计划预计2024年完工的淡江大桥，未来跨年的时阵嘛要来放烟火。在淡江套的这么重要的指标，这些意向要让全世界看得到。过年过节实施各项的庆典活动，就像澳洲雪梨一样，也让全世界看得到，这是新北市的骄傲。这个机动嘛，叫外界认为讲是要拍破过去双方伫咧耶诞社甲跨年一人办一场活动的规则。针对这个代志，台北市管团局长老叶定是回应讲，101烟火是全世界拢知影的跨年大节目之一，相信是无通向代替。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旅游即马是热扑扑哦，伫南投溪头的自然教育园区，今仔7月份都有27万5千外人。虽然园区的收入增加，也毋过地方的民众是真怨叹哦，讲林条造成塞车甲环境的污染哦，所以要求讲园区起价来控制旅客数量。塞车的车是排队排甲落长，愈晚溪头园区游览车是愈来愈济，塞车塞甲袂顶袂动。因若入去甲园区，人嘛是客甲吵。南投的溪头，便若到休困日，都是人甲车强要客袂过。老大人的优待票只要10块，所以真侪有货的人来遮佚佗。65岁以上吼，拢遮退休的你知道吼，啊拢坐游览车来嘛，上主要因都污染弄到落故乡安尼尔你。地方认为，因为游客造成塞车甲环境的冲击，除了按算设收费管制站，嘛要求园区以计数来压制数量。根据台实验林管处统计，溪头为今年5月份开始，入园的人次直头增加。今年7月份有27万5111个人，比去年同期24万2000外人，还阁增加真济。不过园区的收入颠倒是减200多万。园区这边按算取消军公告优待票的计数。在10元的特惠票这当中，目前确实是园区入园人数的最大众，这个族群的人数，目前是以每年以3% 的人数在逐步增加。
溪头自然教育园区表示，今年来佚佗的人次超过2016年7月份的历史纪录。迄当阵65岁以上的老大人会当买10块的犹太票，是占25%。不过今年7月份人数创下历史新高，其中36%拢是会当买10块的犹太票，而且内底还佫有包括保险费，还佫有税金。学者认为讲，应该好好检讨票的计效。整个客源结构应该是相近的，会有这样的原因，可能必须要深入来了解原因。那第二个的话是说，这个园区的经营。学者认为讲，10块的犹太票，甲一般的票200块的计效，比例实在是差伤济，若无法度因应园区的成本。这年岁较大的族群，嘛会伤过集中。伫咧无违反老人福利法的规定之下，建议应该爱部分外包来经营，而且针对无共款的客群提供收费的服务，才会当得到平衡。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搁再开放高中以下的境外生来台湾，头一年来的新的学生有2300多人，是以配合新内向政策教生建教专班上济。学校是表示这期各防疫旅馆目前拢已经安排好势了。伫咧学校学习3个月就要结束，总计高职教生建教专班2年的学生当咧期末考。为缅甸来18岁的牛兵卫讲，对做这有兴趣，佮接触到新南向招生的资讯，所以来台湾。缅甸也有，可是我想要来这边学习他们的服务态度。你可以接触到客人，然后再结合自己所学的，然后就会更好的去了解这个行业。一学期学费35000，政府补助66%，3个月去公司实习，也佮有保障津贴。总计高职说教生建教专班7年，成果袂歹。高参应职科1年收买200个教生，也若资讯科嘛有100个人。我们可以自己供自己读，然后也可以学会独立啊。教育部统计，109年度全台湾19间高职开设3+4教生技职专班，至少2000个新生。嘛是上新解禁来台湾，高中以下境外生上济。高职校长讲，家在进前有量早准备，只要确认航班，按天数申报核准，教生来台湾嘛是直接去防疫旅馆。那我们不只是从台北我们还有台中、新竹，然后各个地方，桃园，大部分我们现在找到的话，都是在1800到2000多之间。社工这边也帮我们安排，因为我们最主要是有2个学校嘛，就是永平跟成功。高职这边强调讲，英国教生便来到台湾，都会有专人去机场处理。这个因为防疫爱较细致，不过因为14天检疫，也有基本爱强制核酸检测，阴性才会当解除隔离。也若实习的时程，恐惊会受到影响，爱搁含厂商来协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中华关卫生局无镜头的采检风波，行政院长苏贞昌昨是讲处理疫情全国爱降级标准。中华关卫生局的局长也严批，拄嘛开记者会来说明，伊表示讲后摆会来遵照陈时中部长的指示来做代志。咱再来看台东的林管处之前救到一只乌熊后来嘛放伊转去青山那内，有伫个身躯来装追踪器，也毋过后来拢无信号咯。研究单位是真紧张赶紧去找这只乌熊，发现讲这只乌熊的追踪器已经互伊救落来咯。这嘛是表示讲乌熊真有力，所以即马健康应该是无问题咯。看到了。13台东林管处的工作人员前往中央山脉海拔1800公尺的山区来敲找这个月初7野蜂登去森林的金边熊猫的脚印，结果刚才伫一位真假的山脚的树茎，发现野蜂的时阵挂伫咧熊猫阿妈菌的卫星发射器。好，看到了。工作人员翻到熊猫的状况，扩大敲找了后，无发现讲有哪像熊猫尸体物件，判断讲熊猫可能敢若是无信业讲阿妈菌有挂即个卫星发射器，转来解救落来。台东林管处嘛认为讲这是一个好现象，代表熊猫伫咧4月份叫限制伤害的前考已经完全恢复功能。那这个颈圈是完整无缺的，如果它能够用伤愈的前肢把颈圈整个拉掉的话，表示它恢复的状况应该也不错。台东林管处表示，这只熊猫已经是大只的，袂为野外适应无好的问题，而且熊猫的身躯还有顶耳漂，会利用山区道的红外线摄影机继续来追踪。另外，台东林管处还发现5月份野蜂的公园翕目镜，目前身躯道的卫星发射器有继续传转来，一直咧海拔1000公尺到1800公尺的关山区来活动的行踪，嘛显示公园翕目镜的活力真好。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今年第39届行政院文化奖是颁予林间国宝布袋戏艺术陈锡宏，伊阁有推广打击音乐，培养真侪人才的朱宗庆哦。张行政院长苏贞昌嘛亲身来出席颁奖。戏红仔毋是干那是红仔，是家当做是人。伫咧国宝大师陈锡宏的手里，关公的大刀是真威风，而且关刀起起落落，气势真霸道。今年90岁，陈锡宏伫咧布袋戏世家出世，爸爸是真有名的国宝大师李天禄。虽然伊是对妈妈生，啊，毋过伊的一生投入去传统表演艺术，啊，阁有传承。什么人想要学，就教什么人。20得到行政院颁奖的文化奖，伊嘛真感谢所有来看戏的人。我要来开谢主席，安怎谢主席？对，若无咱遮观众来甲咱看戏，咱看的人对，咱这传统的物件，当然是一直保持啊。今年得到行政院文化奖肯定的，还有真拼死伫推广打击乐、培养人才的朱宗庆，伊下愿要互打击乐变做台湾的名产。啊，若是一路50年以来，伊上感谢的就是伊的爸母，迄当年放手互伊来去追求伊的理想。大多数人的观念认为学打击乐是一个没有未来、没有出息的行业，但是我的父母竟然相信我。两个得奖的人伫家己的专业领域拢有真重要的地位，嘛真拼死伫看家后辈。啊，若是这个奖项是国家最高文化的奖项，下晡是由行政院长苏贞昌亲身颁奖牌甲证书，还佫有100万的奖金。记者综合报道。即摆迄落有真侪应对哦，拢是强调讲，所有活动拢使用台语，嘛吸引真侪家长拢送囡仔来学台语，咱嘛做回来看卖。已经歇热，这场小学生参加营队，对老师买起学校对面市仔的柑仔店。柑仔店内底啥物物件拢有，囡仔四界看，挑战用台语买物件。这个23啊，那里16块。来，踅柑仔店买物件，唔但爱会晓讲，嘛爱会晓写台文。刷落来去买凉水，共款爱会晓讲台语，才有通啉。囡仔较无惯势讲台语，啊，毋过无要紧，就透过这个活动，互伊愈来愈惯势，互伊知影哦，台语才好用。考台语认真。台语做好耍。高雄市林州国小今年头一摆举办2天的台语营队，老师用轻松的方式教台语，有食阁有掠，囡仔拢感觉真好耍。另外一间学校光华国中嘛有2礼拜的台语营队。学生先练习发音，刷落来分组上台用声音搬戏，因为因爱录家己的有声册。每一个钟头举本机对人的一款比赛，后来变成各钟头来人赛。为着这本有声册，老师先带学生认捌附近临港线铁路甲路中庙，互因家己画世界图、写乡土故事。这款的台语营队，嘛有国文老师带查某囝做伙参加。学校的闽南语课程是有限的，他很喜欢，他每天回来就是在背那些闽南语课本上面的课文啊，唱那些歌。囡仔会当嚟阮遮学到遮，不管是母语啦，或者是讲伊会当写剧本，会当来做一本家己的册，吼，这个能力未来会当扎转去。不管台语有练转无，学生练习搁练习，大声念出家己写的故事，最后老师搁会拍影片。这样特别的有声册，应该是因今年歇热上好的纪念。记者陈家军赖维做高雄报道。第2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75年，全世界人对这场战争嘛拢已经无啥物记忆了。来看日本东京大海团队，应用3年的时间，利用 AI 的软体，为二战的老相片来加色，为黑白搞彩色，希望大家使把这段战争的历史看好较清楚的。本来是黑白的航空母舰的导绘相片，加了色彩了国家震撼。日本本州沿海地区本来战败情形，上色了国家沧桑。一寡太平洋战争欧白老相片用人工智慧上色。その AI による自動色付けっていうのは下色付け程度で、それでやっぱり戦争体験者の方のその写真提供者の方の記憶の色っていうものの方をやっぱり大事にしたいなっていうふうに
思っています。上色的是日本东京大学研究团队用开3年外的时間，用3種 AI 軟體，將烏白相片轉變做彩色的，讓真正的記憶擱再畫起來。因把這項研究叫做記憶解凍。あらゆる写真を集めて、そしてそれを輝かしてっていうのすごいねっていう。でも宮田さんがその浜井さんに写真を見てもらい、かつての思い出がどんどんこう蘇ってくる様子を見て、記憶の回答、英語だとリブーティングメモリーズっていうふうに名付けてるんですけど、っていうキーワードがこう思いついたんですね。因景的相片包括伫戰爭的時陣、戰前甲戰後，除了有表示日常的生活，也有歷史的關鍵時刻，像日軍佇咧硫磺島戰敗，抑閣一張是美國轟炸機去廣島彈原子彈戰爭翕的，抑閣日本民眾聽到天皇宣布導航，規個塗骹哭。毋過要將烏白相片變做彩色的無遮簡單 ，AI 會當分辨出海洋、天頂甲皮膚這個較自然的畫面，毋過包括厝頂衫褲這個人製作的物件就無遮爾準，所以除了愛找資料來做參考，也正重視相片內面所有人的描述。有一寡相片甚至愛做幾多個機才會好。例えば広島のキノコ雲の写真がその本収められてますけど、AI は真っ白にしてしまう。なぜかというと AI はキノコ雲の色なんて知らないので、普通の雲と同じように白い色にしてしまうんですね。で僕がそれをツイッターにアップロードしたら、その片渕素直さんが、オレンジ色だっていう。研究者已經把350張已經上色的相片合做一冊出版，希望會當用這款相片，讓老大人的記憶擱再活起來，也讓少年人更加了解戰爭，唔通忘記的歷史。記者綜合報道。受到疫情影響，德國慕尼黑王冠馬戲團因為無法度正常演出，損失真嚴重。銀行內底有26隻的獅仔閣好，因為聽講獅仔較好的糞便有趕走其他動物的效果，所以因就推出賣糞便的生意哦。無想講銷路是非常的好。摕到冠亞裝的產品，馬戲團馴獸師真歡喜，甲獅仔頭拄頭翕相。對來講，這獅仔是趁錢的寶貝。德國慕尼黑王冠馬戲團因為疫情煞無法度通演出，就開始賣獅仔大便。這個產品的功效是非常大。For many years, they come to us and ask for lion poo. I always ask, "What's that for?" And I'm told it keeps cats away from the garden. And since then, we've learned also it keeps the animals away from the car where they eat all the electric cables. 原來獅仔大便會使用來趕走野生動物，佮再加上獅仔大便一罐是5歐元，大約新台票176塊，無算貴。當地一間汽車修理廠佮附近的居民攏真愛買來用。雖然講已經是賣啊2000罐，但是客戶免煩惱講會欠貨。We were not worried about the production because we have 26 lions and tigers here in Circus Krone. But I must say, we didn't realize how successful it would be. So it could be a point where you have to order before. But right now we still have some stock. And today we already sold those 5 people coming by already 9 o'clock this morning. 馴獸師馬丁嚟講，因為喺疫情期間無法度公演，所以決定要賣獅仔大便。喺防疫期間為民眾帶來一寡快樂，未來嘛會將部分銷售的利潤捐予慈善團體，改善動物相關養飼機構的環境。記者綜合報道。來看美國政府禮拜一批准企業會使喺阿拉斯加北極圈野生動物保護區內底，向政府來租土地開採原油和天然氣，這引起環保團體正大的反彈。未來北極熊敢有可能甲油井做陣生活？專務政府伫咧8月批准阿拉斯加一項油氣租賃計劃，正式改道當地北極圈地區野生動物保護區的開採建立，年底就會開放承租阿拉斯加北部沿海63萬公頃的土地。業者講，油氣開採會當幫助阿拉斯加的經濟發展。We are the single largest, most important economic engine in the state of Alaska. About 25% of all jobs and wages can be attributed back to our industry, and we are the largest funder of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where we operate. 這個保護區唔但是帶北極熊、灰熊、馴鹿加北極鵝，一共200萬種的珍貴鳥類。動物團體批評，若是開始開發，美國最後的淨土會行入歷史。And that really means opening up this beautiful, untouched landscape to industrialization, to oil and gas drilling that would inevitably harm it and potentially destroy it.
in a way that just isn't in line with who we are as a country. 为了要保护阿拉斯加这个原始珍贵的土地，美国前总统卡特在1980年就批准成立野生动物保护区。不过40年来，共和民主两党为了是不是开发这个土地一直弯。3年前，共和党掌控参众两议，总算通过出租土地开采油气法案，引起印第安原住民的强烈反弹。不过，川普政府依然继续推动开发计划。估计这个所在石油运总量有50亿桶到180亿桶。若是年底开放承租开采，有5-8年后会开始生产石油。不过，这项开发案国家气候变迁的冲击，恐怕严重影响当地生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各地详细的天气。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外岛地区上低27度，上悬35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的公视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化先。咱今仔日要紹介的这季是定定的，互人误會是熱天的處暑。處暑漢字寫作處暑，羅馬字寫作此無處，此無暑。處第3調，暑第2調。这季行到处暑，就算是秋天。不过这时的天气要是定定的热到挡袂牢，咱就会讲这是秋后热。古早人讲处暑拍死鸟鼠，就是形容这时雨水较少，空气较干燥。这段时间人定会伤热伤干，身体欠水分。产生无舒适的症头，中医就把这叫做秋燥。处暑的来啊，真把水当好食，夹一喙，迄甜甜的汁就随走出来。哦，镇扫、化痰、清热、解毒，有效。这个季节鱼啊真侪款，家人的渔船啊，拢会伫暗时出海钓小竿啊。喺海面吼，渔船啊满满是，逐只船啊点电火，要甲小竿啊乘过来的画面，真正有水。若是用农历去看，7月时拄着处暑，这时真够风台，所以古早人讲6月久，7月风台舞，嘛讲6月风台，7月水灾。大家爱随时注意气象变化哦。六、处暑、秋后热、秋燥、把水、小竿仔、处暑拍死鸟鼠、6月久，7月风台舞。6月风台，7月水灾。
处暑伫秋天，要是烧烘烘、热翕翕，所以无代志就加啉茶。今仔日逐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这是公视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